大家好，我是张简小姐，欢迎收看市场台语课。张简小姐，普渡必买的素材哦。时间过了真紧，虽然现在才国历7月，但后个月就是旧历7月，也就是大家讲的鬼月咯。大家敢有发现，菜市仔也是超级市场的气氛开始变甲无同款，大家拢在准备普渡的物件咯。好兄弟啊，可是一门大学问哦！有真侪市场人较知影的特殊台语，甲一定爱买青菜咯。今日这一集，张简小姐就要带大家入来市场，找阿嬷斗阵学上在地的普渡台语，搁要讲3项鬼月限定的特殊贡品。行，咱做伙来去咯。首先讲旧历7月重要的节日含台语讲法。规个旧历7月，南部通常拢讲7月时啊。7月初1叫做月头，鬼门开。有一寡人嘛是会拜月头。7月初7即日，南部叫做七娘妈生。传说即天牛郎织女会伫天顶相会哦。即天就爱拜油饭甲麻油酒家。7月15就是中元节。是7月上重要的普渡，是咱台湾传统民俗节日之一。7月15叫做7月半，嘛叫做中元节。伫即天，除了爱参加庙的拜普渡公，以及为孤魂野鬼所举办的普渡之外，嘛会准备澎湃的饭菜，伫家己厝的门口祭拜好兄弟仔。这叫做拜门口。来，咱来练一句台语。咱7月半普渡迄天，菜碗就爱穿较青草嘞来拜好兄弟仔。过来是7月最后一天，或做月尾，关鬼门。通常有拜月头的人，嘛会拜月尾。你知影什么是洗面喷光无？我问柑仔店的头家。洗面喷光是做啥物用的呢？头家讲，好兄弟仔，规年较出来一摆，风尘仆仆，所以普渡一开始，咱就爱准备新的下面巾、镜、螺仔、甲清水，互好兄弟仔先洗面、洗妆打扮，爽爽快快来食青草。伫传统的民俗内，台湾人质疑对鬼神的敬畏和慈悲心，习惯将一寡和中元普渡相关密切的特别拜拜的物件，冠上公或是婆的称号。而柑仔店准备迄套新的要互好兄弟仔洗手面的面盆、新面巾、镜、含螺仔，有一辈人会敬重，佮亲切甲伊号做洗面喷公。是特别的民俗物件哦。南部普渡水果3大禁忌，蔬菜没有什么特别禁忌的，水果倒是有不能买的。香蕉、梨子，梨子的台语是金蕉、梨亚、来亚，组合起来的谐音是酒梨来，意思是邀请好兄弟进屋，一定要避讳。拜拜的水果数量用单数最好，避开成串的水果，比如葡萄，有成群结队报道的意思哦，也是禁忌之一。拜拜的水果的意思是指四开东开的水果，并不是4种水果哦，就是的水果俗搁好食。推荐的水果有苹果，苹果外形圆润。苹果和平安甲要感应，是普渡祭拜土地公和好兄弟仔上安全也上受欢迎的水果首选。过来是柑仔和奇异果，柑仔是橘子，是吉利；黄金奇异果象征吉利果与财运。综合起来，圆形无籽的水果，拢适合起来拜普渡公和好兄弟仔哦。中元普渡拜拜的美角，中元拜普渡公爱准备3牲，也就是牲礼。
鸡代表家，必须保持头尾完整，象征有始有终。猪肉要买3层肉，象征丰衣足食。鱼不可去头去尾，象征年年有余。去菜市场这么说：头家，我要做生理鸡，头和脚不爱剁哦。头家，猪肉甲我选肥肉、瘦肉、焦匀的3层肉，我要做生理肉的哦。头家，这尾鱼仔甲我清白来，头尾无爱切，我要做生理鱼。你知影普渡袂当买法粿无？咱传统的风俗，普渡主要是咧招待好兄弟仔，但无希望伊兴旺，或是增加数量，所以普渡拜法粿是一种禁忌。来，普渡第一选糕仔。7月天气热，而且祭拜时间长，糕仔较大松，无像米粿较容易臭酸。阁有果字代表步步高升，而且形体稳定，象征咱拜拜的尊重与安宁。也阁有扫3星，有的人为避免杀生，会用方片糕捏做甜羊鱼的形状，叫做糕仔星，就是糕仔星的意思，表示对上天的敬意。无杀生嘛会当代表虔诚的心意。南部市场普渡一定爱买2项菜：蚵仔代表子孙出头，找好头路，祈求事业顺利；也阁有应菜，也就是空心菜，代表的意思是无心留客，顾行顾下，食饱享用完就请离开。阿嬷拜拜阁传青姜和白盐，我问阿嬷拜青姜和白盐是啥物意思？阿嬷讲青姜代表山，白盐代表海，组合起来就是山珍海味。无需要大鱼大肉，一般姜盐组合，就代表民间上高级的诚心与敬意啦。接落来是米粉，柑仔店的头家讲，拜规包无煮的大米粉，和一般煮熟的无同哦，是要互好兄弟仔食袂完，阁会当款款的炸走，实在是有够体贴的啦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市场台语课，请记得帮张简小姐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们家普渡都准备什么特别的东西哦。咱后回市场台语课再见，大家平安。